話說屋企部吸塵機壞咗，我換咗呢款2000蚊有爪嘅平替版咧，都幾好用。其實佢係可以吸塵加洗地嘅，不過我呢款係單機版啊，所以得呢3款配件。如果想解鎖洗地功能咧，配個洗地頭就 OK 噶啦。咁佢嘅主機拎上手都幾輕嘅，組裝都好簡單。佢有個 LED 智能顯示屏可以睇晒成個運作狀態，而且吸力超強，好快吸晒啲灰塵毛髮。佢個藍綠光顯塵插頭可以16倍放大啲灰塵。同埋欣賞佢個吸頭嘅低扁靈活設計啊，可以輕鬆深入咁吸到啦，好似梳化底啊、櫃底同埋床下底呢啲難吸嘅地方。同埋我都幾中意佢隨機附送嗰個除蟎刷，有時會用佢嚟吸下梳化同床去塵蟎。另一個隨機嘅咧就係呢個2合1嘅長便吸，可以用嚟吸下啲窿窿罅罅。同埋佢嘅塵杯都幾大，有成0.6 L。呢個就係佢一招吸到嘅灰塵毛髮同塵蟎啊，超誇張。用咗一排，我覺得呢款吸塵機真係幾好用。雖然佢呢個價錢咧性價比已經好高啊，但我再同廠商拗多最優惠俾大家，只需要輸入我嘅專屬優惠碼咧，就每部再減100蚊，仲免運費。頭300名落單咧，仲送埋呢個寵物防毛刷套裝添啊！有興趣留言加1，我 DM 優惠鏈接俾你。